大家好，美國總統特朗普喺1月4號喺空軍1號同記者講，從美國國家安全嚟睇咧，美國係需要格陵蘭。佢嘅國土安全顧問兼政策副幕僚長 Stephen Miller 就更加直白，美國控制格陵蘭係保障北極並捍衛北約嘅利益必要措施。佢直頭講忘記國際法。我哋生活喺一個由實力、武力同權力主宰嘅世界。英國經濟學人就特朗普嘅擴張行為近日都發表咗唔少文章，其中一篇叫做《白宮權衡如何取得格陵蘭》。呢篇呢，只係一篇好冰冷嘅評論，冇就擴張侵略嘅對錯作出批判。即係話美國正積極推動影響力嘅擴張，可能會加劇美國同歐洲嘅關係緊張，並影響到北約嘅穩定。整體係反映咗特朗普擴張主義嘅風格，強調實力而唔係國際法則。嗱，我個人覺得咧，西方精英界咧對於中國咧真係雙重標準嘅，因為經濟學人支持對中國喺南海同埋台灣嘅固有領土主張咧，都係嚴苛批判。至於我睇見歐洲領導人最新嘅反應咧，就更加令我無奈，全部都係軟弱無力嘅。丹麥首相 Mette Frederiksen 直頭哀求特朗普放棄威脅，任何美國奪取格陵蘭嘅行動將意味住北約嘅終結。1月6號，6個歐洲領袖更加發表罕有嘅聯合聲明，重新支持格陵蘭同埋丹麥嘅主權。咁但係咧，白宮咧就係不予理會。幾個鐘頭之後，白宮仲發表咗聲明，強調總統同埋顧問正係考慮一系列嘅選項嚟取得格陵蘭，包括動用武力。格陵蘭喺丹麥王國嘅框架內係屬於自治區，人口57000人，主體嘅族群就係因紐特人，即係愛斯基摩人，首都喺盧克。08年公投之後咧，格陵蘭正式改制，成為咗丹麥嘅獨立自治區，但係外交啦、國防啦、財政等相關事務咧，仍然係由丹麥去主理嘅。大家要注意到，丹麥其實係美國忠實嘅粉絲嚟嘅。美國喺反恐戰爭中，丹麥嘅表現可謂係非常忠誠。01年嘅時候，丹麥積極參與美國發動嘅阿富汗戰爭，前後派咗18000名士兵去。喺美國發動另一場嘅戰爭，就係伊拉克戰爭中，丹麥係派咗7800名士兵。丹麥為美國戰爭而流血嘅人數咧，係有死咗52人，受傷嘅係238人。丹麥喺阿富汗戰爭嘅死亡率，軍人死亡率係0.38%，仲高過美軍喺阿富汗嘅死亡率嘅。但係丹麥咁忠誠於美國，換嚟嘅係如今美國對佢嘅領土威脅。丹麥目前我揾嘅資料顯示咧，佢喺格陵蘭常駐嘅軍人咧就唔夠100人。咁我就喺度諗，點解丹麥而家唔立即派兵10000啦？你去阿富汗都前後派咗18000人啦，最少派幾千啊，直奔呢個格陵蘭啦。咁履行作為宗主國嘅國防義務啊！當然大家會咁講，丹麥嘅實力係遠不足抗衡美國，但係我認為抵抗意志都好關鍵嘅。眾所周知咧，美國一直好驚高損耗嘅戰爭，傷亡太大，美國就會喪失繼續戰爭嘅意志。咁如果丹麥果同格陵蘭能夠重創美國嘅話，其實係有可能會逼到美國停手嘅。所以我好蔑視歐洲好多國家，包括丹麥在內。眾所周知，而家大家都睇見嘅咧，就係美國明明由一個正義超人，逐步徹底地變成一個壞人嘅時候，丹麥連保衛自己領土嘅決心都冇，佢點可能期望世界嘅人去支持佢哋呢？最新係特朗普出價，俾每一位格陵蘭嘅居民咧10萬蚊美金，作為收購格陵蘭嘅代價，總代價就57億美元嘅，即係440億港紙啦。喂，坦白講，呢筆錢連香港都俾得起喎。香港喺24至25年俾舊制公務員嘅退休金都480億啦，今年咧可能升到520億。
至於當年即係嚟港啦、澳啦興建嘅港珠澳大橋咧，前後都使咗1200至1400億港紙嘅，夠買幾個格陵蘭。咁當然我呢個比喻係荒謬，但我想講嘅就係而家個世界秩序其實仲荒謬。我認為特朗普志在必得格陵蘭，其實有以下6個原因嘅。第一個就係流芳百世，特朗普征服美國最大州。點解咁講呢？特朗普一直好渴求名 fame， 大家從即係去渴望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就知啦。但係特朗普至今做嘅政績好難流芳百世嘅喎，關稅戰咧差唔多係一個徹底嘅失敗。突襲委內瑞拉、拘捕馬杜羅，只係戰術上卓越嘅勝利，都唔可能名留青史嘅。但係如果佢任內成功並吞格陵蘭，將佢變成美國嗰個州，咁由於格陵蘭面積好大，佢仲大過而家美國最大嘅州阿拉斯加。格陵蘭面積係216萬平方公里，阿拉斯加只係得171萬平方公里。格陵蘭亦都係世界上最大嘅島，足足有6個日本咁大。咁只不過係大部分嘅陸地長年被冰雪覆蓋而已。一旦成功並吞格陵蘭，格陵蘭就會係美國最大嘅州。喺美國歷史上邊，未來凡係提到呢個最大州嘅時候，可能就會提到特朗普嘅功績。而呢種論述，我相信特朗普會係好滿足嘅。事實上，自從特朗普再次當選之後，特朗普喺Truth Social 同埋多個場合都將格陵蘭議題同恢復美國霸權呢兩樣嘢係重新掛鈎，強調係美國史上邊將會成為美國史上邊最偉大嘅戰略收購。第二個原因就係弱肉強食，丹麥同格陵蘭對美國嚟講都係easy target。嗱，格陵蘭嘅宗主國丹麥只係小國，格陵蘭原住民得嗰5萬幾人，而美軍已經長年駐紮喺格陵蘭嘅北部。咁一旦美軍控制首府盧克，基本上便能夠控制整個格陵蘭。大家要明白到，特朗普份人呢就係欺善怕惡嘅，佢係強者，就一定會揀啲弱肉先嚟食。丹麥政府多次重申咧，就係格陵蘭唔會出售。咁但係上年嘅態度咧轉為曖昧。丹麥首相公開表示願意討論更深層次嘅防務合作嘅。格陵蘭嘅自治政府內部嘅民調顯示，大概有3成半至4成嘅居民係支持更密切同美國合作。部分人士甚至乎唔反對美國給予一個特殊地位添。美軍喺格陵蘭北部嘅基地擁有600至到800名常駐人員，有完整嘅飛機跑道雷達系統，足以作為入侵格陵蘭擔任橋頭堡嘅功能。第三點就係遠交近攻，格陵蘭其實比夏威夷更加靠近美國，未來甚至乎可以形成夾擊加拿大嘅勢態。格陵蘭比夏威夷更加近美國本土，從洛杉磯到夏威夷嘅檀香山港，海面距離得2200幾海里。美國海軍如果以最高速嘅32節航行嘅話，大概3日就可以由美國本土去到夏威夷。一般嘅商船咧就要行4日。但相反，如果由美國嘅東岸紐約去格陵蘭嘅首府盧克港嘅話，海上距離只係1600左右海里。美國軍艦如果都係以32節嘅話，2日就到。至於商船用24節嘅話，3日就到。簡單嚟講，都比去夏威夷快咗1日。另外，一旦格陵蘭落入美國之手，美國本土同格陵蘭便會形成對加拿大完全夾擊嘅地緣格局。美國未來威脅加拿大嘅籌碼將會繼續上升。第四點係本小利大。格陵蘭擁有豐富嘅稀土同埋礦產資源。格陵蘭擁有豐富嘅稀土同礦產資源，正正係就係美國再工業化所需。格陵蘭一旦被美國佔據嘅話，個效益個資源效益將會遠大過軍事上同埋政治代價。呢種根本就係一種本小利大嘅買賣，非常符合特朗普嘅商人性格。資料顯示咧，格陵蘭擁有全世界最大未開發嘅稀土儲量。美國目前係高度依賴中國嘅稀土。
特朗普喺2025年嘅選舉多次提到，我哋需要自己嘅稀土，唔可以再受到中國嘅敲詐。咁格陵蘭咧可以成為特朗普眼前最現實嘅替代能源來源方案。嗱，雖然咧中國稀土優勢咧就唔係稀土礦，更關鍵係中國嘅稀土提煉技術具有壟斷性嘅優勢。咁但係美國如果奪取咗大量嘅稀土同埋礦石資源，起碼可以解決部分嘅問題。第五點係開拓疆土，創造呢個叫新邊境州，就有利共和黨今年中期選舉。嗱，格陵蘭如果成為美國第51個州，可以立即創造數以十萬計嘅聯邦就業機會，並且吸引大量嘅美國移民北上。咁到時候特朗普喺中期選舉就可以宣稱嗱，我為美國人開拓咗新嘅邊疆。格陵蘭如果併入美國之後，美軍基地可以擴建啦，又可以招標去開採呢個稀土礦源啦，甚至乎係投資北極航道嘅基礎設施嘅。之前有個估計就係話，咁樣係可以創造20至30萬個就業機會。咁對於共和黨喺中西部鐵鏽帶咧，係具有巨大嘅吸引力嘅，因為呢啲州份普遍咧好高失業率，6%至8%。選民對於再工業化係有好大嘅希冀嘅。特朗普可以透過呢啲宣稱所謂新邊境嘅計劃，鞏固傳統嘅保守派支持者。有分析顯示，並吞格陵蘭將會為共和黨注入一個叫做勝利描述嘅元素，有利於今年國會中期選舉，扭轉當前共和黨嘅劣勢。最後一點就係得意洋洋，委內瑞拉突襲成功，特朗普嘅軍事信心大增。美國特種部隊就喺佢宣布話，美國總統宣布話要取得格陵蘭之前一日，即係1月3號，係成功突襲咗委內瑞拉，拘捕咗總統馬杜羅，咁令到特朗普嘅軍事信心大增，佢可能願意喺格陵蘭進行軍事冒險嘅。委內瑞拉行動之後咧，特朗普喺多個演說都表示，美國軍隊無所不能，我哋可以精準解決問題，而且唔需要大規模嘅戰爭。美國國防部內部簡報顯示，喺2026年初已經制定好咗針對格陵蘭多套嘅應急方案，包括快速部署特種部隊啦，控制關鍵設施。而美國部分嘅保守智庫好似 Heritage Foundation 就公開建議，以委內瑞拉模式處理格陵蘭危機。我認為呢個危機係特朗普製造出嚟嘅危機。咁簡單嚟講咧，呢個咁嘅智庫嘅建議以外科式手術解決格陵蘭嘅侵略問題。英國經濟學人喺1月5號另外有一篇文章，個標題叫做《美國對委內瑞拉嘅突襲揭示咗中國影響力嘅極限》。文章以美國成功拘捕虜獲咗馬杜羅作為切入點，認為中國喺西半球嘅影響力係極為有限嘅。儘管中國同委內瑞拉喺經濟上面、政治上面紐帶緊密，中國又提供巨額嘅貸款購買石油並升級外交關係，但係面對美國嘅直接軍事行動，中國只能夠口頭譴責，凸顯出係中國嘅軍事投射能力遠遠唔及美國。咁特別喺美國嘅後院西半球，中國根本就冇能力保護盟友。這不單止會損害咗中國全天候伙伴嘅信譽，亦都迫使北京去反思喺拉丁美洲嘅擴張策略，可能要轉向低調貿易，而並非高風險嘅投資。呢篇文章更加令我失望。經濟學人一向係標榜崇尚自由主義，但係面對呢種強權入侵，佢第一時間唔係批判美國，反而係借機嘲弄中國。我認為西方精英界存在好明顯嘅雙重標準。最後我想講下我嘅意見，格陵蘭嘅地理位置的確距離中國非常遙遠，所以我見到內地知識界都有唔少嘅評論認為中國唔好再挑釁或者過分刺激美國啦，唔好刺激特別係挑戰美國喺西半球嘅霸權，從而換取特朗普喺其他方面對中國嘅讓步。呢種分析呢，我會理解，佢入邊有一定嘅道理，但我唔認同呢種想法成為我哋中國長期嘅大戰略。美國之前發表個國家安全報告要退守翻去南北美洲，
但我認為呢種建議主要係由於美國目前嘅實力不足，要退回傳統嘅勢力範圍西半球，透過先打擊中國喺南美洲支持一帶一路嘅友好國家，同時又迫使呢批國家重新臣服於美國。總之，一旦美國重整旗鼓之後，美國就會重新挑戰中國喺東亞、亞洲甚至乎全球嘅合理權益。所以眼前係究竟中國而家係任由美國重新坐大，令到西半球成為美國重新稱霸大後方啊，抑或支持西半球一切反對美國霸權嘅力量，令到西半球成為特朗普嘅戰略大泥沼呢？大後方抑或大泥沼，可能係一念之差。我認為中國係唔應該袖手旁觀，冷眼睇住呢啲拉美友好國家一個又一個再次臣服喺美國嘅政治意志底下。對抗美國嘅霸權，從來唔需要中國徹底領先美國。以目前打得最火熱嘅 AI 科技戰，中國喺晶片硬件坦白講係明顯落後於美國嘅。但係中國嘅 DeepSeek 大模型係搞免費開放形式，有別於美國公司普遍採用嘅收費模式。本質上，只要中國嘅 AI 技術唔係被美國遠遠拋離嘅話，就可以發揮攤薄拖低美國定價權嘅作用。總之就係令到美國企業無法透過高定價嘅 AI 服務去收割全世界。同樣道理，遠在西半球，中國確實喺地理上面鞭長莫及，但中國一樣可以採取就係拖字訣、攤字訣嘅大戰略。一方面避免正面同美國硬碰硬，表面上維持接觸，但絕對唔能夠同美國與虎謀皮。另一方面，必須聯合所有被欺凌嘅弱小國家，採取處處游擊美國霸權，同時既係防守但必定反擊嘅策略，逐步拖住美國，甚至乎拖垮佢。我相信咧，咁先係最符合我哋中國嘅利益。好啦，今期講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